所以呢，这个观念就是对咱一个修行人也好，在条件也好，心念也好，伊是互咱带来了一个真正重要的一种的念，这个因。所以这个观念呢，就甲咱各位一个好好甲讲。那么因为有了这个观念，所谓三性的作用是啥物呢？第二就是啥？有观念正确了呢，咱所追求就是啥？企业甲这个安详。人生的这个目标呢，其实咱就是去追求这两项。咱定啊，听出个前辈在讲，学道之法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。一个人啊，实在当放心，伊心就有快乐。这是真正的，因为你的心当然你欢喜就是烦恼，但是你的心啊，当你超烦恼，你就是快乐。因为迄个心只会当做单一选择。无人讲即马欢喜甲安尼极端，一个心同时也烦恼到极端无安尼。咱的心会当做单一的选择，所以因为咱在修道当中，就是要追求了上喜的甲安详。互咱会当每一工过了欢喜充满，会当互咱每一工，互咱的心灵会当真踏实。按时仔你困，马上入睡。所以修道，以上讲来讲，修道是啥物？修道是会当知影食、知影困、知影穿、知影用，知影放，知影当种种一切动作当中，你会当随缘不变。所以咱修道当中，这个理念建立，就是要互咱找到咱人生的喜悦甲安详这个目标。那么喜悦甲安详呢，其实这就是咱常咧讲老母娘的化身，上帝的化身就是啥？喜悦甲安详。伊无所不在，所以呢，甚至有人会讲，安尼修道修到落尾，到底是为了啥物呢？修道甲修到落尾是为了啥物？一贯道分法到底是啥物？其实咱修道修到落尾，就是要互咱得到安详、甲快乐、甲喜悦。以咱修道的角度来看，是要得到真心，脱离了世俗这因缘当中的困扰，互咱内心当下咱得到解脱。一个人死，咱得到解脱。当然呢，伊就当得到安详甲喜悦。那么，到底这个安详甲喜悦，咱咧讲这上帝对，伊到底是对？